欢迎来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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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发，我是怡姐，我是敏华。哎，敏华，我刚刚看你上班的时候有拖行李箱，你该不会告诉我你要出国玩了吧？不好意思哦，待会录完影我就要跟你拜拜，因为我要飞去韩国喽。好过分哦！不过啊，我还是要提醒你啦。我有个朋友啊，他就出国的时候，就行李箱里面放了不能带上飞机的东西，不是要丢掉，就是要托运。像是水啊，或者是饮料啊，只要超过100毫升就不能够带上飞机喽。尤其呢是木一项这种型呢，更是不能上飞机哦。你刚刚讲到的木一项，应该就是危险的意思吧？真的要提醒大家，上飞机之前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行李箱，还有自己的背包。哎，背包怎么说啊？背包很简单，叫做背包。背包。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呢，不可以带危险性的物品上飞机哦，这很重要哦。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做唔得帶有危險性嘅東西上飛行機。做唔得帶有危險性嘅東西上飛行機。今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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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發，我们带给大家新的资讯。来，敏华，你的行李。谢谢大哥，这是我要托运的行李，谢谢，拜拜。拜拜。哎，文婷，我突然想到了，你的背包里面有带木银箱给东西。我看看哦。好。这个呢？哎，这个不可以带上飞机哦，这已经超过了100ml。那这个呢？我看看，这个没有超过100ml，不过呢，这个你要用不超过1公升的透明密封塑胶袋把它包起来，才可以带上飞机哦。我们赶快先去 check in 吧。好。哎，文婷，你刚刚发胶有拿去透运了吗？有，我有拿去托运了。那你有没有再检查一下背包里面不可以有木银箱这东西哦？检查过了。都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等着好好出国吧。好。真的耶，100毫升以上的东西真的不能带上飞机耶，要不然就是丢掉，要不然就是托运。像我上次的发胶就没了。丢掉了，就是要丢掉吧。所以我们赶快来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就很重要哦。好啊。首先你刚刚提到的托运，托运怎么讲呢？托运就是托运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自己的背包里头是不是有一些不可以带上飞机的物品。那背包怎么讲呢？叫做背包。背包，没错。那如果说这个危险性的物品真的不能带上飞机哦，危险就叫做危險。好，危險。对，那如果说呢不可以带危险性的物品上飞机，要怎么说呢？这句话应该要教给大家的是：做唔得帶有危險性嘅東西上飛行機。做唔得帶有危險性嘅東西上飛行機。今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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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發教給大家這一些，趕緊開心出國，好好把它派上用場吧！拜拜，拜拜。